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部分所看福起来。一般人谈到讲喺台中传播内嘅毕业展览，大部分人都想到讲，伊哋可能都爱拍片的啦、拍电影啦，冇得拍广告。但是睇我哋高雄嘅艺术大学有一群台中传播内嘅学生咧，伊希望用无同嘅方法来展现到伊哋私人学习嘅成果。我哋今日有请到如何一啲台中传播内嘅学生咧，我哋第一啲分享我哋咧艺术大学嘅台中传播内嘅起身，嚟到我哋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徐怡珍。那还有我哋咧老朋友，我哋咧郑世凯郑教授。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郑世凯，我是艺术大学嘅先生。咁從入班學唔同，無像我哋一般咧台中傳播嘅一種方法，嚇，譬如講我哋談到台中傳播，可能真係都拍片嘅啦、翕相啦，咁唔同當初那麼想要用哈林亞嘅方法來做呢事情。其實我們一開始，對於夏令營這件事情，我們糾結了蠻久。只是剛好老師那時候提出了一個想法，是說，我們可以去帶小朋友，或者是各個，比如說像老人家，或者是像新住民之類的對象，然後去實際辦一個活動，然後在那個活動裡面，你可以在過程中，你可以得到一些素材，然後素材得到之後，你可以再去製作成我們自己後來的畢業專題或者畢業製作的東西。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決定說，我們的主要對象是以小朋友為主，然後做的活動就是辦夏令營這樣子。嗰時候變成有哈林亞本身係個歌唱，但是在歌唱地方你要記錄所有的事情，然後最慢變成可能變成樣片啦、網絡翕相的東西。可是像我哋嘅做法比一般的人來做畢業展覽已經有花過多時間啦。一般的人啊，譬如說我們做畢業展，可能我們就是一個主題完之後，我們就直接去拍影片，我們直接去拍廣告，或者是拍一些我們可能要取得的一個素材。可是你們卻要從一個夏令營開始，然後開始去記錄完之後，才真正後面變成你們要去呈現的東西，是這個樣子的意思嗎？對，然後我們當初會想要做夏令營，其實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老師就一直說，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就是我們一直會受到很多人的幫助，不管是學校老師也好，或者是家人，甚至是身邊的親朋好友等等的，就是我們會受到很多的幫助。那我們如果想要回饋到這個社會上面去，我們不一定要用金錢，就是我們還是學生的階段，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金錢，我們有的就只有我們在大學裡面學的東西，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力量。然後我們那個時候聽完這些話之後，其實我們也是思考了很久，然後我們就想說，那既然這樣的話，其實這也是老師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們剛好這一群就是我們的團隊也想要做這件事，所以我們就跟老師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我們一起辦一個夏令營。那至於我們辦夏令營之後，還會再把它做記錄，然後再把它變成影片也好、廣播也好的東西出來，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畢業專題不只是一個活動而已，我們希望可以把這東西記錄下來，然後流傳下去，然後給更多人知道我們在做這件事情。或者變成伊唔單止係哈林營啦，其實伊真正要做嘅東西，其實係哈林營以外嘅東西。伊最尾哈林營其實係一啲本體嘅東西，但是你最尾要做嘅東西係我哋後邊哈林營可以影響到嘅部分。佢像的當初，其實對一般的人來講，也規劃時間呢，這是一個很花時間的一個概念。因為等於是說，我們必須去完成一個活動之後，我們才有我們真正要開始去做的那個東西，然後以及你剛剛所提到的後面的影響。但是這個真的以一般的畢業製作來說，它其實是一個很花時間的，尤其是你講的哈林營本身每一點人可以做到，然後你的團隊，咁這個團隊哪來呢？我們這個夏令營的團隊其實我覺得很妙，因為一般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團隊的組成都是找自己身邊的朋友，或者是你在大學4年裡面有合作過的一些組員。可是其實我們的團隊說真的，大部分人都沒有合作過。那我們在這些，因為我們總共團隊有8個人，在8個人裡面，我們只有一個共同點是，其中5位同學是在我們學校有一個一手之聲網絡廣播電台，那5位成員就是從這裡面來的。那我們這5位成員就是因為電台的指導老師也是我們的指導老師李家坤老師，那他那個時候在告訴我們這件事情，其實他一開始只是希望電台可以自己接案子，帶着學弟妹一起做。只是我們那時候想說，我們既然也要升
大4我们也要毕业，那我们干脆就是把这件事情拿来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毕专。那我们5个人当然力量不够，而且我们会的东西其实说真的没有到很多，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找更多其他自己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才找到另外3位同学这样子。但是我们从来做件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到讲，有些人多啊，做一个插啦，人多口杂，你知道，尤其是就比如讲，头都讲，那5个人係本來係強嘅沙團啊嘛，但是有3個喺外面的來嘅。佢其實你在聊天事情，無論討論事情的時間，你在談乜嘢呢？我们那个团队呢，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我们这个团队里有2个组长。2个组长的目的其实就是怕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因为当然之前可能别人认定是一个团队里面只有1个组长，那可能这个组长跟某一个同学好，就会偏向大家的意见，那就是可能自己一意孤行，就是我要这个就要这个，没有，因为我是组长，大家都要听我的。可是有2个组长的好处是，当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组长们其实可以沟通。沟通完之后，大家就会得到一个最终答案。可是如果当2个组长的意见都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团队就会进行投票，或者是在 LINE 上面有个功能叫爬梯子，就是用那个下去分工作。我们的团队是这样子解决的。但是8個人啊，投票會有 CBC 的時間啦，該幾時來用呀？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去尋找指導老師，或者是去找 CJ 老師，就是找老师，或者是如果我们是可以自己学生自己解决的话，我们就会去问同学，你觉得我们这2个哪一个比较好？我们就会这样子去进行，然后去解决。因為頭都在講，兩位指導老師係另外一個老師嘛，哈。但是想問一下，世傑老師睇下件事情的角色係乜嘢咯？做乜有事情有冇人的世傑先生嗎？因为刚刚就是因为曾世杰老师跟我们指导老师李江坤老师，他们2个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在选择夏令营的地点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曾世杰老师就是提供我们很多资讯，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美浓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文化历史之类的，就是不单单是因为他是美浓人这样，对。就是不单单只是美容人而已嘛。世傑老師，你有冇想過做乜把的聲音帶去美濃，然後做下夏令營的一種發通？也咧，我提6-7年以前做大潭系的主任嘅下，就佢重視學生嘅好多碼東西，可以應用到社會來。我本身就對文化研究、文化保存一塊具有興趣。也多多人的欣賞，你欣賞，你嘛對一塊有興趣。佢有相當，而是偏向基本去做文化保存的件事。講來講去，從屏東、起碼到山南，起碼到台南，美濃嘅時候，都幾好的地方啊！喺美濃嗰度生意冇馬上小工合法嘅，總係講佢可惜嘅一件事情。大家都講言行人講，但係前南島咁多嚟美濃了會，嗰好啊，搞到嚟美濃咩？係啊，咩？哦，比較礙事情咧。係米里外有鬼米濃，我就當年就前面嘅時候，高主任同我拜訪員，然後又走去前面嘅高中，因為爸爸都過世啦，我就從面嘅時候，用我爸爸名嚟捐啲錢，然後就同高中有去聯絡。當然是高一啊，都同樣咧，高主任。李主任，然後同年的高中都聯絡到，就一件事情都應做應睇，應做應行嘅咧。嗰時候談好了呀，夏令營唔免拿來教嘅呢吼。其實有幾睇伊嘅目的啊，其實都像頭先啊，陣時間告訴講啊，以後我伊啲傳承啊，陣啲客家話伊啲功能。也係咧，真是都一件事情啊。我係總係講，人一條圖睇陣時學生嘅。意思因為講人土嘅一定要做好多東西，要同社會有啲交代，有種係佢睇一啲想法，咁佢而家啲學生係咪做得幾好？也不管係做錄音、做發通，
韩国的高生人的高生也嘛做quite好多，我像遐人都用学以致用，那所以台语面容也嘛感觉够意思嘛，很引以为傲安尼。可是一开始应该嘛，等咧整告诉有可能讲也哈林亚后背其实有暗斗的从业的事情嘛，所谓我们的社会的责任，或者是我们的那个一种课语传承的一个意义，还是说他只是把你们说，那你们就做一个夏令营吧，结果你们说好，我们就做夏令营吧。他之前老师有跟你们解释清楚吗？其实在我们去带夏令营的前一年，其实曾世杰老师跟李家坤老师他们其实有带一群学生一起到屏东的长荣百合去做夏令营，就是一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到那边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可以对那个地方进行一些文化保存的事情。那经过了之前那件事情之后，其实老师希望我们团队可以再做一次，只是我们地点换比较近一点，离学校近一点，然后在高雄就是美浓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对这里进行一些文化保存，因为虽然很多人对美浓这个地方记录了很多，就是纪录片也好，或者照片也好，等等很多东西。可是其实我们团队想要做，跟老师告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运用美浓当地小朋友他们眼中的美浓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乡其实是另外一个样子之类的，就是用他们的角度去带给观众或者是带给乐听人，就是他们眼中自己的家乡就是长那么漂亮，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有的夏令营没能搞能用一搞移动夏令营，可是也得后生诶，选了一条归难但是归重要一条路。其实好等下我们来过多个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我在来宾同能够用夏令营来做一点边一展览。可是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哋嘅系统像唔能用夏令营其實係無簡單，你唔同我講，唔愛搞生意能用去看嘢嘅家鄉。像那這樣子的一個主題的話，你怎麼去把它落實在夏令營的一種執行方面上？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對於小朋友要教小朋友東西這件事情，我們思考了很久，就是我們很苦惱，因為我們很想要把自己學到的東西都教給他們。可是呢，在大學裡面其實有很多攝影也好，廣播也好，或者是新聞採訪等等的。說真的，我們不曉得小朋友可以接受的程度到哪裡，因為其實就連平常我們可能聽曾世杰老師上課，我們都不是聽得很懂，所以我們也很害怕，就是去到學校裡面教小朋友會發生同樣的情況。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那就是以最簡單，就是入門的基礎，然後下去教他們，就是告訴他們哦，我們有這個方法，就是很簡單的方法，然後我們是用比較跟他們貼近的語言，或者是跟他們比較貼近的話題，然後去帶入到我們想要講的一些專有名詞，因為跟小朋友講專有名詞，他們也聽不太懂。然後就是我們的課程就是運用他們的方式，然後下去這樣子編排出來的。那像你們的課程裡面，你們大概是分哪一些類別啊？因為你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希望能夠把你們所學的跟小朋友分享嘛。那這樣的分享的話，是有分生活上嗎？是用這種方式分嗎？還是說攝影、廣播是用這種方式分？我們那個時候我們自己說它統整叫數位媒體，然後我們實際上最主要講的兩大部分，一個是攝影，一個是廣播，因為這兩個東西其實還蠻貼近在我們生活，就是你可能在路上看到一個東西，你就會把手機拿出來拍。然後或者是拍完之後，可能就傳個 Line 或傳個 FB，然後跟大家分享說，我現在看到什麼東西。然後廣播的話是，比如說像學校，或者是學校在可能打掃的時候，學校會播個廣播，或者是在爸爸媽媽車上，就是開車的時候也會聽到廣播，因為這兩個東西是最貼近我們生活的。那其實除了這兩個東西之外，我們另外還有就是新聞採訪的部分，因為採訪我們是把它變成有點像特派員。然後特派員的話，我們當然是要事先去查資料，然後在特派員裡面，我們是結合了在美濃國小附近的一些當地店家。然後因為美濃國小其實它
出去就是一条永安街，然后永安路上面呢很多店家，就是新旧店家都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先去跟店家做讨论，然后沟通，请他们配合我们，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在夏令的过程中，再跟小朋友教他们一些关于如何拟问题，然后如何去不要害羞的去采访别人，然后或者是训练他们的咬字之类的。因为其实有小朋友不懂的就是支跟丝的差别，就是那个卷舌音跟不卷舌音到底差在哪里？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讲过就过，就是这是什么，就是这样过了。可是我们可能就是对那个咬文嚼字比较要求一点点，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哦，这个可能要重新再念一次，那我们可能帮你改一下句子，怎么样念你会比较顺。那不会念没关系，那我们多念几次，多练习几次，这样你去外面去采访那些老板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你在采访的时候记得讲慢一点。我们就是在教的过程中，就是诸如此类去提醒他们之类的。我想，也对我们讲客家话生意来讲，真的非战之罪啊！等于某卷舌音啊，可是我们的一天吱吱诗跟吱吱诗，我是根本分不清楚啊的嘛，有点一乌搞不清楚，一语搞不清楚，譬如讲那条一呀，我们小时候也是会这样子发音啦哈。不过他们的讲法都变成讲，也哈哩样本身係講感覺到喺我哋唱聲音嘅人來教營養去做譬如廣播啦，無論我哋業養啦，哈，一啲口場。那这个最重要的，最后我们希望小朋友他所采访的对象，或者是说他的采访内容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让美浓国小的小朋友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国小里面的小朋友其实都可能上乡土课之类的，就会很了解说，哦，美浓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是什么，或者上地理课的时候都会知道。可是，在我们实际跟美浓国小的老师做接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其实没有，因为他们老师就是学校老师就直接跟我们讲说，其实他们学生对于美浓当地的文化历史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在夏令营的过程中结合一些文化体验课程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请来那个高雄导览协会的一位黄森兰先生来替我们小朋友上课，然后告诉小朋友说一些文化的历史，就是美浓当地文化历史，然后或者是一些客家故事之类的。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小朋友他们可以运用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些东西，把它做成一个数位教材。然后数位教材的话，其实可以流传给不止美浓当地，我们只是把美浓国小当成是一个发源地吧。因为美浓国小其实在美浓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它算是一个市中心的位置，所以我们希望它可以当成是一个源头，然后扩散给其他周边的可能其他9个国小，然后甚至是可以扩散到其他地方去，就运用我们的这个数位教材。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你这个想的动作，想的做法还安呢？它真的是实际上执行了之后呢，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呢？因为就像我们有时候想说，我们自己设想的东西很好啊，很完整，很美妙。可是当小朋友实际上去访问、去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困难一定有，人家常说就是理想跟现实总是会有差距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差距会那么大。就是在教小朋友过程的时候，因为我们夏令营的学生有高年级也有低年级，我们高年级可能6年级的小朋友，低年级2年级的，就是真的差距很大。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你的教材就是你不可能只针对说这个我只要教高年级，那低年级小朋友怎么办？你要他去旁边剪纸还是画画还是干嘛？就是你一定要顾到。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美浓国小的老师他有协助我们一点，就是他在每一组他都会先帮我们分好组，然后每一组里面都会有分高年级、中年级跟低年级。那其实高年级的小朋友就会去带领比自己还要年纪小的小朋友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小朋友跟小朋友的沟通过程中，其实会比我们大学生去跟他们去教他们这些东西来得更顺利，因为小朋友他们之间有自己的一个沟通模式，自己的语言。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然后困难的话，其实因为他们就算是高年级小朋友，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在说什么，所以当然就是队服的角色就很重要，就是因为每一队都有派2个队服，那队服其实就会在可能下课时间
然后就会跟他们重新再解释很多次这个东西怎么做，这个东西刚刚上课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用在哪里，我们就要用很多实例的方式去告诉他们，或者是我们其实在教材里面我们就有去找比较短一点的影片，比如说像30秒别人的示范影片，因为你放长时间，小朋友就会专注力就会飘走了。你上课上到一半，他可能就是很认真在听，听到后面就是外面好漂亮哦之类的。那我们其实到后面，因为采访店家实际到外面去，就等于是一个实际验收的过程。那出去外面采访店家，当然我们事先有先去跟店家说，小朋友可能状况不太好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队服都会在旁边，有什么状况我们也会帮忙协助，就是事先跟店家那边先沟通好，然后小朋友这边也是让他们一直去练习，然后我们也是帮他看那个问题怎么样问会比较好，会比较顺。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上面讲课，看到他们下面的反应，其实会觉得他们很有趣，而且很可爱。就是你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听了很久会很枯燥乏味，可是如果你真的在上面讲课，你会发现下面学生小朋友们很认真在听你讲课的时候，其实在上面讲课会有一种成就感，那成就感其实是很难达到，就是我们平常是遇不到的，然后我觉得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咁从日擺哈領養他們一度呢啦？我們天數的話其實是8天，就是其實比其他的夏令營來的長很多。哎呀，半夜跟半夜很難哦。我們那個時候會想要到8天，其實是因為我們其實有思考過要不要5天，或者是再短一點3天之類的。那個時間的拿捏，其實我們想了很久，因為我們想要教的東西太多。可是，如果你只有短短的5天，你可能教不完。可是8天的时间，我们在想会不会太多了？因为太多好像对学校来讲就是也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卡到一个问题是，美浓国小其实在寒假的，在暑假的时候，它其实学校是需要整修的。那学校需要整修，我们其实有先去问，那整修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教室我们可以用几号到几号？那其实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状况是，学校跟我们说可能7月底要整修，可是他们7月中甚至7月初，他们教室全部就搬到临时教室去了，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的状况。然后我们后来是一直跟学校协商说，那既然你们要修的是后面的教室，那可不可以前面的教室给我们？就是我们用前面的教室1间就好，就是不用多1间就好。然后日期的话，是我们其实是有搭配美浓国小有一个涌泉探险队，因为其实美浓国小他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多，然后涌泉探险队那时候刚好是中间有一个空档的时间，就是前面3天是他们的夏令营，后面才也是他们的夏令营，只是刚好前面中间老师可能出国的原因。然后刚好有8天的时间是空下来，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拿那8天的时间，前面这样小朋友可以这样接着下去，就是可能8天待在家里面，家长也会担心说他们在家里会不会捣蛋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跟学校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延续下去，就是让小朋友暑假比较活动比较多，然后比较丰富一点，然后家长也比较放心。话是这么说没有错啦，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是3天中间有个8天，可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它8天全部塞满。你们可以说啊，那你们前面玩1天，后面玩1天，我们只要5天就可以了。因为8天，我们办过活动的人都知道，这个半夜有半夜的钱，5年有5年的钱。那给他想问讲，你给他判的半夜，请问他的经费哪来呀？我们先问一下，世杰老师捐了多少？男生我感觉蛮个钱用的。你们这个经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听到公益活动这件事情，都会觉得哦，那应该很多人会赞助你们啊，或者是你写个企划书去拉赞助、去补助，就会一大人公司或者是店家就会冲着这个名声，或者是你去美浓当地去找他们附近的，他们就会很乐意去帮你，然后或者是给你钱，或者是给你一些回馈之类的。可是实际上在这中间过程中，没有那么容易。咁我经济应用嘅办法通咯，就是好第一个提供。
翻过来翻起来，所以咱节目我的同学，因为讲他反动伊木款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一个种主动问题，后来有木到款吗？其实没有，所以到后来我们夏令营的经费都是我们8位成员，就是自己从我们这个团队组成开始，然后我们就每一个礼拜都交500块，就一直持续到现在。然后因为夏令营其实我们没有收钱，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支付一些费用，所以我们就只能用这种方式。然后其实除了我们自己成员存的钱之外，我们其实有去外面比赛。去外面比赛得到的奖金，其实我们就可以补贴一点点我们付出去的钱，因为其实夏令营的花费包含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吃住跟交通，其实我们花了快10万块，就是有那么多。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自己存的钱当然不够，那比赛回来的奖金也没有那么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夏令营结束前，我们其实就只有拿到一个补助，是救国团那时候给我们的补助。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去申请，然后刚好有一些机会，然后就是有符合那个资格，所以就有拿到小小一点点的补助。可是你都要攀下夏令营，然后唔单止要这个交钱，或这个比赛赚钱，好，最慢可能身上都一条过1000钱了做补助，但是从头到尾嘛还唔能这个去嘛能讲这个去下的钱。好，来做一件事情，咁其實亦對我哋來講，其實對我哋嘅成年人來講，其實也蠻一啲規劃學習嘅吼，因為有的不適應的地方，其實真係全無安簡單。唔係講這個拿一啲 A4 的一種計劃書，好，應該都半1000、2000元，其實稍微好無安簡單的事情。那這樣子的一種做事的方式，就是說甚至說你覺得你要做個公益。哦，那做一個好的事情，但是連錢都這個出，一件事情對你來講，你有乜嘅感想？其實我們團隊成員並不會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為我們當初的想法，我們一開始就認定，我們既然要做公益，那我們就是不要跟小朋友收錢，因為我們想說，應該說我們自己也沒有料想到說，原來會花到那麼多錢，所以其實我們當初本來就是想說，既然做公益，那就是自己付出的力量比較多，然後自己交給他們東西比較多。那錢的部分其實都只要是可以解決的事情，都算是小事。我們那個時候是抱持這樣的心態。咁思考欣賞咯，我點解生年馬來西亞俾夏令營嘅學生嘅地方，告訴你這個一方面係指導我欣賞，一方面又會假裝。你這個看一件事情，你這個因為個一人做嘅事情，你這個有乜嘅想法嗎？身為一個闽南人來講，佢高興嘅事情嘛，啊，我做一人欣賞，我感覺佢榮幸。啊，我兩位生年咧，給他當做5年生同2年生安尼，都搭順風車都阿某，而家就同來5生年安尼，帶演幾邊安尼，不演安尼高安尼聊，所以演一個學生嘅聽闽南，給他就講做欣賞嘅。心態看人，不如講還能係自家單愛來嘅兩個生年日本人教人這種心態，順便就是種順便看人那的意思啊，就是啊，真看事情真正發通來身份都帶人前排面嘅時候主任高中安尼，啊其他全部發通啊、計劃啊、安過做乜嘅事情，人都不用本錢做，所以。99.9%嘅事情全部也只要做好好。相同我哋嘅學生要講幾百都講，其實後來然後發現講，其實我哋學生發現，這個對本土嘅，譬如講我哋闽南認識顏色，一件事情作為啲爸爸人嚟講，這個有嚇到。有我將我兩個生年咧，除了我爸爸媽媽講我講校方我每禮拜有天我帶佢闽南，我演。會盡量都係用客話嚟講闽南嘅事情以外，佢太地方都本所謂嘅非即刻主一個客話嗰種文化蓋過去，所以看到闽南嘅時候，其實雖然講係韓式，見到啊有韓式都講客話地方咩，見邊啊嗰度闽南生年嘛唔俾講嗰度闽南嘅文化嘅嘢係嘛，尤其。難過，所以人講我以闽南嘅人好，我兩個生年都第一份教安尼，所以
对我来讲係幾好一件事情。因為對我哋客家中來講嘅話，吼，其實生意咧對美濃嘅了解冇安全嘅時候，即係我想到講，係哦，我哋因為我哋睇外面來看美濃嘅記錄，吼，美濃嘅嗰種樹啦，出得幾多，但是冇想到真係一個夏令營看到一個，其實係個現實嘅問題嚟講，其實我哋咧本地嘅人，我哋學生咧，其實雖然講有按圖教材，但是伊哋可能平常唔會看啊，無論平常你我見到我哋前面咧班咧點嘛。你那有問歷史，一路唔會去問，但是透過夏令營，我哋透過實際的訪問，然後發現哦，其實伊的很用的一種歷史。咁像這樣子的一個營隊結束以後嘅話，你的後面有冇個計劃嗎？我們後面的計劃其實就是主要在我們把夏令營當中小朋友拍攝的東西，或者採訪店家的東西，那些音檔，我們拿來結合到我們自己畢專的作品。然後我們的畢專作品裡面，其實有做到了那個廣播節目，然後有做12集廣播節目，以及我們會把它這些東西做成繪本，然後甚至電子書。咁像我唔講嘅幾套作品啊，哈，你咪可以講俾人學啲學弟學妹啦，無論人哋同學有乜可以學習嘅地方嗎？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對其他人來講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多了一個夏令營活動。因為其實我們聽系上其他老師講，我們這一次以畢專做夏令營活動，好像是第一次，就是我們開了一個先例。那其實，在我們去夏令營的過程中，就是我們全部去的其實有15位，那有7位是外援，然後裡面就有包含我們自己的學弟妹。其實學弟妹就有一位就講到說，他其實未來畢專，他也想要做跟我們一樣的事情，他也想要去帶活動，也想要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那其實那個時候聽到他講話，我才發現，那其實我們做這件事情，並不是自己做的好玩而已，其實也是真的有人會去看到，會想要去跟我們做一樣的事。咁從我們先生嘅樣，從看到人學生嘅經驗，用一種新的方法，去做也變一陣啦。你咪咯，一件事情對你來講有乜嘅想法冇？我都講，喺邊你咪講一個東西，係咪可以變化成另外一種冇同樣嘅樣嘅？剛剛有啲都係幾好開始，從最細嘅一間小學校開始嚟做，因為演做嘅事情不單止影響到民眾嘅小學生，本身學生嘅地方安尼做。做嚟用好多嘅攝像嘅訪問嘅技巧，過錄音嘅技巧嚟做嘛東西，一條事情以外，本也深入你嘅認知。同演做師嘅嗰條演嘅所謂學弟學妹嘅，亦嘛佢是影響到原來唔係講想做嚟評一啲電子書，或者攝像嘅錄音都會，都同做好多東西。包裝成一個整合行銷那種觀念去做了發通，所以你馬上研究新眼神咧，也馬上都會開始去尋條路位，所以有啲小小的一個活動，對人來講，係你啲小測驗、期中考安尼會，然後你有冇做模好，來冇好多誒，我認為加強，同時也養成多人嘅學弟，養到懂貼身人咧，因為那種三方面都贏的那種。情況啊，對人講啦，講佢欣慰啦，做現場嚟講都唔係幾好。就像我哋節目一開始就講我哋一般嘅人談到台中傳播呢，大眾傳播系，啲學生咧做畢業證啦，一聽你想講可能都拍片咧，拍這個想拍個片咧，無論劇情片，無論廣告片，無論我哋嘅攝影展，太多樣嘅方法。但是你咁樣行出了一條真係幾新嘅路，講你的審判你的發通，但係發通底部有意嘅目的，然後有目的最尾還是可以變成你的那專長可以去呈現那些東西。咁將一件事情做起來以後，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啦。第一個講，這條生意的想法咯，那個美濃國小小朋友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覺得他們學到了什麼？其實，在夏令營的過程中，尤其是到後面幾天，我們感觸其實還蠻深的。因為小朋友其實也知道，我們夏令營只有8天，那越到後面，可能從第6天開始，就慢慢有小朋友就覺得，要結束了，那怎麼辦？或者是他們會問說，姐姐，那你們明年會不會再來？那其實，在外面帶營隊最常聽到小朋友講這句話，你聽到你會覺得很開心，因為會覺得，
小朋友就是认可你，然后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东西，会教我们什么教东西也好，或者是你会陪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也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团队来讲，它就算是一个小朋友给我们的回馈。那其实，在夏令营真的结束的最后一天，也有很多小朋友就觉得哦要结束了，然后就开始结业式的时候就开始小朋友哭啊，然后什么的，就是不止小女生，就连小男生他们也会很不舍。然后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美浓国小的夏令营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多留1天的时间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毕专要做的一些作业。那我们那个时候那1天的时候，我们刚好又遇到了美浓国小我们自己营队的小朋友，就有一个哥哥就跑来跟我们讲说，他弟弟回到家一直哭，因为他说他很想姐姐，他很想要今天再来学校，可是今天就已经结束，姐姐们都回家了，可是我还想要再去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团队大家听到这件事就觉得，哦，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再回来。对。听嘅問題你講，初一班拍係一位營隊以後，對你差不多畢業嘅嘛吼，你還擺尋工作，冇想要尋樣嘅工作啊？其實我們團隊大家以後想做的事情不太一樣，就是有人想要往電視圈，有人想要往廣播，或者是有人想公關之類的。對於我自己來講，我覺得當然如果我以後未來想要找的工作，就是跟自己的畢業制作可以拿出來當成是一個入門卷的話，那當然是最好。只是說真的，想做的事情太多，然後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實還要有待加強，有待思考。然後能做的事情其實也很多，所以我覺得我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是我還在慢慢尋找我自己到底未來的方向是什麼。可是如果有很多機會可以讓我嘗試的話，那當然是願意很樂意去嘗試做這些事的。但是我相信一擺嘅夏令營一定不用一擺嘅求學嘅生活地擺一定不用係。故事的聲音呢，還是選了一條困難的路，但是一條困難的路，本美濃國小聲音呢，一條新的路，一條去認識這個故鄉的路。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對啊，都是你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同我哋先嚟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咧。我是我介紹，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自己導演屏東分會。我一片咧係蔡先生，一片咧係潘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咧抱怨皮園，抱怨皮園係樣嘅，係同我哋咧皮裝做一個按摩。其他觀眾朋友呢都同我哋呢兩隻腳打開嚟，企得下邊上來，我哋呢雙手拿到我哋呢肚臍的前面，我哋向左邊轉的時間呢係吸氣。企得下以下冇痛哦，那也會轉過來時節係頭氣，向左右邊的時節吸氣，注意我哋企得下以下冇痛，也會轉多轉來吐氣，做乜嘅做下嚟動作？也係訓練我哋呢企得下兩隻腳嘅溫度，同我哋腰骨嘅邊上，與我哋呢皮裝運作，一定要先喺我哋呢腰嘅方，腰嘅轉，利用腰轉腰嘅呢空間。按摩到我哋呢皮裝，然後我哋呢人體嘅皮裝，喺我哋人體最大淋巴血統。嗰個時節係頭氣，過來呢，我哋向
右偏顶，顶方嘅嚟時節吸氣，向右偏下來吐氣。我哋雙手兩隻手巴掌相對，對準來時節，我哋拿方起來吸氣嘅時節，注意講啊，我哋呢雙手手巴掌相對，下來時節，吞氣吐出來，也係我哋注意啲。過來呢，我哋要反方向呀呢，我哋對，我哋呢兩隻手對我哋呢。左偏頂方起來，我哋有左偏，有右偏都會有左偏，有左偏都會有右偏哈。所以我哋頂的時節，左右讓我有做到來，左右做到我哋呢眼神的運作，那會順勢。所以喺做嘅時節，我哋觀眾朋友記得吼，上來時節係吐氣，下來時節係吐氣，也係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嘅呢係注意嘅事項，注意到我哋嘅數，有嘅數會按呢，吼數節會按呢求方呢，做呢時節我哋呢卡拉下會停頓嚟轉。我按呢哈，要注意，我哋按呢一轉，提一點，卡啦下注意哦，唔可以按呢轉，兩隻手按呢哈，要注意唔可以停頓嚟轉，按呢轉，提一點，按呢轉，我哋伊會上到我哋呢舌頭，也會我哋呢卡啦下又冇表上，會上到呢。會上到我哋呢背囊筋骨的坐骨神經，所以我哋轉的時節要注意，個轉的時節我哋定眼看的時節要注意，我哋呢手唔可以定過我哋呢頭拿當方，啲定我哋呢肩頭的當方一些些，所以我哋定的時節唔可以定過我哋呢頭拿當方，也要注意嘅地方，因為定過我哋呢當方，個像我哋即畫眼看呢，喺我哋呢手棍啲嘅畫眼看呢，所以要注意嘅地方，注意嘅地方講我哋呢眼神，肩頭要表上，腰骨要表上，卡啦下要表上，尤其我哋嘅卡啦下面也係運作我哋呢脾臟，嚇，運作我哋呢脾臟嘅運作嘅時節，我哋唔可以轉對我哋呢卡啦下，因為我哋呢卡啦下一轉，我哋呢腰骨嘅脾臟無法度運作，所以我做一個安尼嚇。示範唔過唔錯嘅動作，我哋喺按嚟轉，我哋呢卡啦下轉，第一我感覺到幫到我嘅坐骨神經唔爽快，所以我喺坐下去，我卡啦下冇痛，我用我腰骨轉，觀眾朋友都有時間要注意到我卡啦下冇，我卡啦下冇痛，我腰骨轉，我眼神係強鬆嘅，個我轉對一片，強強我卡啦下冇痛，我腰骨係表鬆嘅，都見我呀呢，我已經左右示範，見我示範，我把眼看呢卡啦下表鬆嚟。向左偏，觀眾朋友嘅右偏頂方起來，注意到有時間唔好頂到當方，頂我哋呢肩頭嘅當方一些些，再下來，
毋要感觉到我两只手佫像有咧蹲一只无形的球诶，毋要感觉到我两只手重重，手巴掌佫像我有人讲我做安尼动作，若过像有起头，我两只手甲过重，也是正确的哦，因为我的那两只手。起头会充满会饱气，观众朋友，今仔我哋向左片再定下來哦。要注意呢，我哋定下來，我哋兩隻手嘅手巴掌有對準，有兩隻手有相對嘛。觀眾朋友，今日呢所做嘅呢係分解動作。觀眾朋友，我哋嚟做一個連續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一下我哋手巴掌，因為我哋呢脾胃功法係我哋呢個氣臟，氣臟都係氣，要氣臟來，所以我哋氣嘅時節，我哋呢企啦下，18坐下去，坐下去，我哋呢手巴掌相對，兩隻手。拿到我哋嘅肚臍前面，連續動作，我哋先向左邊吸氣，企啦下冇痛。向右邊，我眼看呢，觀眾朋友，初到所做嘅係抱怨皮緣，抱怨皮緣係我哋兩隻手，嗰像咧做一個無形嘅球嘅，按摩到我哋嘅脾臟。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我哋下一次拿來了。